大家好，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。今晡日呢，要同大家讲下运动啊，还有俺的地仙老师。好，俺家大家讲下来运动。一下呢，因为老师要带一本大家呢，是降筋的动作。俺的降筋呢，哈，是连接头脑跟身体的高速公路。好，那降筋呢，平常按样的保护呢，降筋是按全身哈，给安呢最灵敏、最敏感哈、最精微、动重要的素材。你讲降筋有问题，你头脑没会有问题，啊，肩头没会有问题。然后呢，好，因为老师带俺的地仙老师要来做降筋的运动哦。俺的降筋的运动呢，动重要又动简单。啊，做给降筋的运动以前呢，俺的书哈。好，地仙老师们係用手搓热，好，手搓啊，搓熟了以後呢，好，不用多降筋哈，放在脖子上面，好，不用多降筋哈，好，熱敷一下，好，彼此都講，你第一下你去按摩機了，你攞去做運動咯，好，慢慢呢，給我拿下來，好，個改到，鄉親朋友，做瑜伽咪好，做運動咪好，一隻動作對你嚟講做起來效果好也唔好。管很多，要動專注嘛。好，吸氣，吐氣，屁下面呼吸。好，嗰個你動專心，咪講，你吃到人降緊一下人嘅溫度，好，迄手也好，迄冷也好，慢慢的溫度變小誒。好，高下來。好，一下呢，我請地仙老師做頸部嘅運動、頭腦嘅運動哈。頭腦運動有4個面向。第一呢，吐氣嘅時候，額頭向前。好，一下呢，一片不用強鬆，來到後背，好，地仙老師請你轉過來，轉過身來，好，按你分享請朋友看下清楚哈。第一呢，一下來佢呀，頸椎哈，降筋有7節，一節一幕7幕嘅嘅按你頸椎哈，按你向頭腦向前面嘅時候，我來佢呀，好，吸氣回正，好，你做起要肩頭不用張了，唔好停痛，好，就做到降筋之後。第二次呼氣向前，好，吐氣的時候吐氣，吸吐，好，來到呀，按一下你就知道講哦，然後一節的有7幕，那個頸椎係長骨刺哈，會壓迫到你全身的神經呐。不說那來可以啊，好，慢慢吸氣，好，改到哦，好，吐氣往前，向前面，好，來可以啊姐。好，要吸氣的時候慢慢往上，抬頭抬下巴，好，一片，慢慢的一片，哈，一片攞去擠壓按摩，好，嚟到呀，降筋呀嚟佢來，好，你可以嚟下上頭好，一片不用強鬆，好，慢慢的轉來，改到啊，哈，鄉親朋友看清楚哦，剃刀向前面，一片不用強鬆，擠壓一片嚟佢來，好。好，慢慢的哦，改到了，吸氣，抬頭，呀，那個呀，降筋啊，動到淋巴，好，動到淋巴系統，人家來佢來嘢呢，唔會吃到個，哦，那後連頭哈，會吃到較開樣的哦，好，慢慢的轉來哦，吐氣，好，人家隻動作就做到了，人家隻踢嘅面向就做到了，聽一張呢，聽一動作呢，哈，好，頭腦不用張來。好，慢慢的左邊吐氣，左邊按呢倒過來哈。鄉親朋友，那來佢一條，來到一條嘅降筋哈。啊，下巴要轉來一啲咧。好，你看下巴轉來一條氣脈，好，一條嘅流動就唔會歪貼。好，慢慢的吸氣回正。好，記得頭吸氣，好，換邊咯。鄉親朋友，你打電腦啦哈，一下看手機啦，看賴啦，規日的哈，頭腦就向前面，目子就向前面，降筋就硬高鐵了，有嘛哈？好，慢慢的吸氣轉來，鄉親朋友看較清楚哦，降筋做唔得哈，要看醫美老師哈，看醫美老師，你降筋做唔得安尼，哦，安尼會受傷了，好，那聽呢來，看醫美老師哈，聽呢哈，安尼，都個不用個轉來，好，向一片，好，聽到呀，人意念不用了呀，哦，吐氣，吸氣，
头去吐气，好啊，慢慢的这样转来。不管抽电没好，起电没好，好，你抽电起电，数就变到呀，你这个变到呀，好，固定呀镜头，好，分片去没嘿，好，停停的下来啊，安尼，好，停到呀，去感觉佢，感觉佢顺软，感觉佢安尼，紧绷，好，咁慢慢的头去个转来，好，安尼做法呢，哈，然后你看哈，看电脑哈，打电脑啦，看赖啦，哈，看书啦，全部按呢。同学们看玉美老师的知识，全部都是按呢。好，按呢呢头呢哈，係全身輕重的一個地方，你留個頭呢帶進來，按呢兩個鋼筋哈，這樣唔會受傷。好，也看地前老師啊哈，人家有前面有後背，哈，有左片有右片，然後轉彎了，鋼筋要轉彎了哈，然後要扭轉哈下巴，好按呢，好頭呢向一邊哦，向右呼氣，向右邊，看過來，按呢看過來，很多朋友有看到嘛？一邊有扭到的感覺。好，一邊有拉開的感覺，肩頭冇疼痛哦，唔假使係肩頭按你疼痛，身體按你疼痛的話，你就冇做到按沉的個按你動作，轉過來，好，不用轉來，好，天天的哈，慢慢的轉來啊，好，個彎片啊，換邊吐氣，好，停到呀，鄉親朋友看一片鋼筋有冇？好，也地心老師斷頭那麼有鋼筋動情緒會流出來哈。好，安尼就知道，按摩安尼頸椎，安尼呢看唔好鋼筋長骨刺哈，活化也嘅頸部嘅安尼鋼筋呢，安尼神經叢，好慢慢的調整來，好，鄉親朋友記得了哈，該到啊哈，玉美老師手邊夾下下巴啊，下巴要平的過來，好右邊，意思是講哈，也個安尼下顎哈，好，做唔得安尼抬頭。按呢法哈，也會擠壓到，好，咩做唔得踢下去，好，按呢法也給按呢，我做得不正確，故說玉美老師不要呀，數不要呀，好，慢慢的回來，好，不要呀，好個換片換邊，好，按呢去向數哦，好，慢慢的吸氣回正，好，轉來哦。好，也跟玉美老師好做哈，玉美老師喺自家做嘢，起點咩哈，行動來就可以做。你看玉美老師好，也不用了呀，好，你知道了啊，當向數哦，吐氣，肩頭冇按你停轉來，肩頭不用壓長，肩頭不用過來，好，慢慢的轉過來啊，吐氣。鄉親朋友有看到玉美老師嘛？好，也鋼筋也來開來，好，鼻頭氣，唔會按你當活電的，好，慢慢吸氣。天天的轉來哦，動作很慢哦，好，個彎片哦，安尼，輕輕的過來，好，輕輕的過來，平平的過來哦，吐氣，好，轉過來，扭到呀鋼筋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轉身過來，好，安尼不用強手。好，也看地心老師啊，做體式鋼筋的動作啊，哈，同樣哈，也烏龜伸緊式，給烏龜啊，哈，給安尼骨葉用嘛，哈，就安尼寸頭呢，哈，安尼寸頭呢就可以活500年呐。故說你是提供安尼鋼筋的烏龜伸緊式有毒嘅重要啊。好，也請地心老師做烏龜伸緊式啊，哈，吐氣的時候下巴出去，好，往前拉，來長。好，安尼參鬼一樣的哈，鋼筋來長來，好，慢慢的轉來回來，盡量把你的頸椎向前，好，過來改到啊哈，吐氣，延伸，呀胸口冇停痛，肩頭冇停痛，好，盡量來出去，好，慢慢的轉來。好，鄉親朋友有看到嘛？按到烏龜伸緊式哦，好，鋼筋印來長來，改到哦，吐氣，呀胸脯各位嘅肩頭冇停下，好，拉出去，拉長，好，有看到呀肩頭哈，呀血管啊，全部都明顯，好，慢慢的吸氣轉來，好，也請地心老師轉正哦，手掌來，轉到手掌來，好，按你方向。手掌來哈，按你方向，各本大家空改到啊哈，好來烏龜伸緊式向前，延伸，鄉親朋友看到嘛？好，一片呢也鋼筋來到呀，好，慢慢的轉來啊，
嘿，改动，好，往前延伸，好，慢慢的回来吸气，好，好，地勤老师，请你左转向右边走张了。同亲朋友，你钢筋要用的都正确的位置哈。我看呀，40数字不用多呀。好，两个头呢，钢筋个脊椎成一直线。好，接哈，人都落去的，有嘛哈？某住会哈，你直视某正切哈，头往前倾，边都按呢，头按呢，头呢还头往前一点点哈。你这边都按呢，你按呢钢筋哈，某住会按呢。讲低头族没哈？讲低头族啊哈，安尼。给安尼降筋啊，给沉的头拿按冲，安尼打电脑看3C，好，久了去哈，你就会长骨刺啊，颈椎长骨刺啊，眼睛某刺眼呢，好，根本呢一下安尼脖子的动作，好，你就做到呀，做好轻后的时候啦，地勤老师翻过来，安尼数好。搓了，好，削啊，人家钢筋削啊，按摩，搓一搓，热敷一下，好，保护起哈，因为安尼钢筋啊，漳州的高速公路都透嘛，透到人的身体，漳州的动安尼健康，动安尼头脑哈，头脑清楚。今日向下做运动，有知道鬼神呢，动轻松，动幸福，动舒服冇啊？当然做一些的，累积人的身体健康的本钱哦。安子噻。健康的象征啊，